正道题目是活出上帝的话语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新年恭喜！虽然不是新春，但是今仔日是咱2025年第一摆礼拜。在这个礼拜中间，咱要甲上帝讨讲，主你予我亲像工人得到通达，主求你予我的目睭无看虚假。人的人生咧过足紧，但是伫少年的时阵，其实不知不觉的中间真浪费生命。浪费时间，所听的姊妹，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上帝的价值是需要努力去追求，因为主要所讲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，主要所讲然后所有的就拢要互你。主要所讲天国是努力的人得到的。搁另外一翻译讲，是强者得着，就是有坚持、有信无勇敢，讲别啊认真去追求的。我的生命内底有这种的 DNA， 因为我的阿祖敢若听到圣诗，伊较好听。行20-30公里的路去台南，做礼拜了，倒来公阿妈就请掉。啊，我的太祖讲，我的囝咧小啊，去刷着，规砖头哭。啊，我的太祖，我的妈妈这边的太祖，伊甲伊讲，爸爸，咱若要信上帝、信神，咱爱拜神的真的，伊讲咱若要信神，咱就要信真的神。兄弟，我做伊的事实，何等会收运费？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恁将来子孙讲，家在阮的祖，我的公，我的爸，互阮有这种的机会，通成做上帝家庭的人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这个礼拜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咱通过这个主题来想3个问题，叫做3 Q。3 Q 不是迄个政治人物伫迄个谈话性节目的迄个3 Q 啦，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今仔这个圣经要对咱讲什么种的话？所听的姊妹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圣经伫你的观念中间。有什么种的地位？兄弟姊妹，你伫教会出去遮久，啊嘛半遮尔侪时间，啊听牧师讲道，你有相信这本圣经吗？参考用的，还是你真正欢喜讲，上帝既然是你圣经的话，无一句话是凊彩讲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一个问题伫今仔日，牧师要对年头开始邀请咱。享受上帝的话，因为你若唔读圣经，你要开怎认捌上帝，对无？兄弟，你敢同意？一个唔捌读圣经，嘛无爱读圣经，嘛未想要去读圣经的基督徒，啊，敢若坐咧讲主啊，你我看到你，上帝讲我早就伫遐，你唔看，啊，你敢若怨叹讲看袂到上帝。亲爱的姊妹，你若要认捌上帝，你要付代价。今仔日咱来做礼拜，可能拢足简单，但是咱中间有一个兄弟叫做吴松林，坐伫遐，伊来得等教会做礼拜，爱对万合啊婚宴，如伊即只面子的4等的面子啊，兄弟姊妹，即种的电动的轮椅，要对万合啊来到遮爱偌久？兄弟姊妹，咱中间有偌哩济兄弟姊妹，咱对咱的心内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你的话。是何等的宝贵！咱中间有一个叫俊雅，伊时间到，伊拢会来到咱教会做礼拜，会倒来找家己的母会，因为细汉的中间，伫主日学了后，伊就感受到这个教会就是伊的教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第一个问题，咱认真的态度思考讲，上帝的话，这本的圣经，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伊代表什么？你敢欢喜甲上帝讲？主你讲就准算，你讲就准算，你安怎讲，我安怎行。愿天要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，第一个问题，无人替你回答，你家己回答。因为今仔日甚至真侪牧师，伊嘛感觉讲上帝话是做参考的，
在这个时代可能袂用的啦。我问恁一个足实际，恁敢有同意婚前没有性行为，婚后没有婚外情？我同意啊，我相信啊，我嘛咧主张，但是上帝伫这个时代，啥物人做会到？上帝的话不能用了，因为伫今日这个时代，真侪做父母无奈，真侪做牧师嘛无奈。但是，毋是上帝的话袂通用，是因为人无爱家摕来用。遐这你敢有同意？咱若要做基督徒，有真侪话，上帝的话，毋是互咱当凊彩黑白讲，凊彩黑白解，凊彩黑白解说。上帝的话，第二个问题就是伫安尼。在这个时代，上帝的话敢要过用的？你若未用的，我会用的。这句话啥物人讲的？约书亚讲的。约书亚讲：论到我甲我的家，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这句话毋是今仔日讲，将近3000年前的犹太人，因就感觉上帝的话，互我活起来，互戆人得到通达，互人的目睭我走无看虚假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旧约这个圣经就是安尼。第三个问题，牧师要邀请咱来思考：什么叫做让世界活出来上帝的话？让世界活出来上帝的话，就是互圣经接做你的生活，互你的生活见证圣经安怎讲。互咱的厝边头话讲，这堂教会因迄阵基督徒，若选举的时阵绝对无甲人收买票的钱。你讲牧师有人有收，咱莫甲伊踩穿连，你要收你就收。但是你敢愿意互你的厝边讲，因迄阵基督徒虽然讲较可爱，钱摕到伊的面前，袂使收，就是袂使收。是因为咱的生命，互人看见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一个真的信仰较重要，也是惊人情世事，暗头暗来扯去，毋较公然坚持某一种你伫信仰中间所主张的生活的态度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牧师的话，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。什么人会当入捌？欢喜敬畏上帝的人，听就明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这个时间活出上帝的话。我要甲咱分享进前，我要邀请咱用祈祷来进入今仔日，咱伫讲道中间的交通，来领受上帝伫圣神帮助的下面，牧师所讲无够完整的圣经的信息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一年的开始，阮下愿，阮决志，阮要上帝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主，既然阮所听见的话若有无明白，求主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听会了解，看会明白，通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阮得到智慧通达。也求你，互阮因为圣经的光照，阮的目睭越走，无看这个虚假。因为活伫这个世间，真侪人因的成功，是用金钱，是用考试的成绩，是用伊的学历来决定一个人的成功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你所看的成功到底是什么？愿主你帮助阮，伫你的话顶悬，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顶悬。阮恳求主你对阮讲话，较赢过陈牧师所讲的讲道的内容。求天父上帝圣神来帮助每一个阮的细囝，互因伫细汉的时阵就采取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我要互上帝的话做我的价值，做我的选择，做我生活的主张。主帮助阮，互你的话活伫阮的生活中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圣经有两段，一段是足长的诗篇。诗篇上长对今仔日咱所读这段话，诗篇119篇。这段话内底最重要的咧，讲起上帝话的重要性。兄弟姊妹，逐日你用较长的时间，对头到尾一口气，当然一口气有当时啊人闭气
无遐长啦。我是讲一口气就说啊，就是认真对头甲读到尾安尼。兄弟姊妹，你将上帝的话伫诗篇119篇内底所读的，遐个伊的表达，你用你的马克笔，该记起来。你就会知影讲上帝的话对你有帮助。牧师问恁3个问题，伫迄个问题讲，若无要认真读圣经的基督徒，你怎样会通认捌上帝的心意呢？你才会通知影上帝甲你计划的画面的道路呢？伊讲，上帝讲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，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，亲像天悬过地。一个世间人来，因为上帝的话甲伊的灵命，人要有真侪真无简单的主张，不会同流合污，不会好高骛远，也不会自卑。就算做咱伫好嘅人的面前，伫真侪有社会地位的人的面前，咱嘛袂惊头惊尾，因为咱知影咱是什么人。所听爱的姊妹，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来问咱家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上帝的话伫你的家庭，伊代表什么？一个无主张的父母真困难，甲有主张的囡仔。你若无主张，你的囡仔就有主张。是安怎讲呢？你若无用上帝的话，将迄个主张讲互你的囡仔听，你的囡仔就出去外面听外面的话，外面的人讲啦，对无？伊交到什么朋友就变什么人。伫外面的人安怎带伊就安怎对。兄弟姊妹，囡仔爱家己教，还有上帝的话，伫恁的家庭才做恁的主张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爸爸妈妈这边，到我拢第4代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毋是你生囝生几代都有几代基督徒，毋是啊。有基督徒的老爸，无一定有基督徒的囝。你敢听这个意思？意思你若无要甲教，伊是你的囝，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的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话讲，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是这个字是和合本的翻译。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但是罗马字的翻译，巴克勒牧师伊甲翻译做上帝的话真水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个字原文叫做 "lay"， 英语甲翻做 "the"， 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真水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意思就是讲，我伫人生的道路中间，我的将来要读对一个科系较好。我的将来要做什么种的职业较好？我的将来要怎样？啊，我的婚姻会怎样？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若伫你的心内，就亲像光带路。兄弟姊妹，世间的高人足济，但是无一个高人亲像圣神。圣神若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的目睭就会走无看虚假。你就伫上帝的帮助的中间，你就通达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世间的人有真侪人看起来好亲像荣华富贵，但是伊无一定是平安幸福。兄弟姊妹，幸福甲平安毋是钱买会到啊！那钱买会到，迄个病院内底遐侪人忧头壳面，是吗？有钱会当看医生，但是你无拄拄会当看到好医生，对无？大概咱看病拢嘛拜托4拜托5拜托，逐所在去拜托讲啊，敢要咱找到一个名医啊，伊甲我保证讲我的镜头都安全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你的上帝要做你生命的真光，你的上帝要做你活命的气力，你的上帝要成做你的引带到一生的路尾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主啊！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人生踏进苦海，咱的老父敢毋是安尼甲咱讲？人生亲像苦海，是啊，浮浮沉沉，浮浮沉沉。大笔伊了解讲，伫我黑暗面的中间有流目屎吐开。恁会记得牧师捌伫一届讲道甲恁讲，有一个诗篇17篇，有一个圣歌队长，伊叫做亚萨。亚萨伊所讲伊的内心的话，伊讲主啊！减讲连你都无爱我嘛？你会记得诗无？
足水足真实的话。人伫半暝未困哩食安眠药，人伫半暝未困哩爬起来世界说咧。咱人生中间有真多时阵伫暗暝有吐气的时，我讲主啊，减讲连你都不爱我嘛。代表读伊的诗，因为亚萨的诗最重要是用迄种的吐气来讲起，靠家己袂当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代表才会写出这句话讲：主啊，伫我极其艰苦，我的心内逼迫，我的心内有真多焦虑。耶和华求你用你的话，互我活起来，互我活起来。意思就是救我活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上帝的话叫做我的安慰，上帝的话叫做我的鼓励。上帝这的话，不是干那安慰甲鼓励。上帝的话，互我心头定，互我心中有气力，赢过迄个焦虑。愿天要上帝帮咱这的话，今仔日不是道理，因为上帝的话不是用来做参考，上帝的话是用来经历。主你这样来讲，你的支票就安尼，啊啦兑现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会当将这话放伫你的内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话，因为对圣经的信心甲上帝话的坚持，是咱的教会的最基本的态度。500年前，天主教发生信仰上沿良心倒退的事，有一定有良心上帝呼召的人，包括罗德马丁，包括咱的长老教会开始一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，因这群人拢坚持5项：独独耶稣是主，独独因信称义，独独上帝话是不打折。因用列经语讲 sola scripture，scripture 就是其实就是英语经典啊，一套书，就是这套的册。独独 sola 的意思，恁若捌学音乐的人。叫做 solo 是什么意思？独唱啊！伫这个圣歌队中间，这个人伊的声，伫今仔这个礼拜上适合唱这条歌啊，请伊独唱一段。独独上帝的话是咱的尊敬，是教会尊敬。昨有一间教会来访问咱的教会，因的牧师邀请因的中职邀请我，甲因分享这段教会安怎对过去到今仔日。伫要结束之前，因看到真侪感动，一个长老甲我问讲：牧师，伫教会中间，你要安怎教你的中职降服你？这个问题你开始问我啦。我长老教会无咧讲长老降服牧师，嘛无咧讲牧师降服长老啦。恁爱记哦，好吗？都足久咱拢咧降服这个上帝啊。长老教会无咧讲迄个降服牧师。有的教会是安尼讲的哦。真侪灵恩派的教会就是你要顺服你的牧师，因为你的牧师是你的祖界啊。真侪韩国牧师是有这种的地位哦。兄弟姊妹，但是咱学韩国教会好，不是学韩国教会的表面，不是降服人，是降服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互相做伙斗阵。是因为咱拢降服你手中这本圣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无论时代安怎改变，你的话永远未改变。阿免吗？有真侪人讲，这个话未用一啦。就亲像牧师拄则问你的问题很尴尬呢。起码这个时代，敢有人要搁相信婚前不要有性行为，婚后不要婚外情？这句话虽然圣经无安尼写啦，但圣经有讲，上帝创造有男有女，上帝所结合的人毋通分开伊。上帝对圣经的婚姻两性关系有伊的主张，毋是主张，是伊的话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上帝的话，互你享受，毋是责备。互咱享受，毋是责备。所以，什么人会当真正读捌上帝的话？
踮伫你内面的圣神会当帮助你。你毋免伫艰难的中间世界去找名师，你会当伫你的心中问上帝讲：上帝，这段圣经，伊是啥物意思？上帝话袂因为时代改变无路用，袂当用是因为人无愿意用，因为人主张家己的主张。就算做伊读着圣经，伊犹原用家己的主张悬过上帝话的主张，可惜，可惜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最近这个阶段，拜六延暗所查考圣经的主题就是幸福。我所真期待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对圣经来进慢，咱要怎样食做一个幸福的人？圣经明明记载讲起，真侪人活了无快乐，伊嘛读圣经，但是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互圣经真正遮过迄支锁匙，会当为着你拍开人生幸福的门？毋是徛伫礼拜堂外口看，入去，毋通徛伫上帝的圣经的外口看，你爱进入迄个画面的话，伊要做你脚前的灯，做你路上的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约书亚伫伊的见证的中间，写伫约书亚书24章15节，伊讲：恁若认为敬拜耶和华上帝无好，恁通选择恁所要敬拜的人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是已经耶稣用伊的宝贝的性命来蒙着咱，毋通辜负主耶稣对咱的疼，也愿咱伫主耶稣稳定的中间勇敢壮大。毋是圣经伫这个时代袂用的，是因为今仔日的教会敢有真认真来解说圣经。今仔日的教会敢有帮助人通过圣经担着迄个圣经的可贵。所以我读真侪有关着讲道、真高讲道的人，包括John Piper、上个钟马田啊，包括我甲恁分享的John Stott 这几个人，因伫世界的英语的世界，伫排行榜中间拢进入前10名足大影响的人。因拢共同有一个感觉，伫今仔这个时代，教会需要讲货真价实的圣经的福音。我再讲一摆，货真价实的福音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敢真正享受着圣经的话？圣经的话毋是一个律法，圣经的话是一支锁匙，是一个契约。当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虽然我未了解，我嘛感觉怪怪。我无能力通超越这个焦虑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，甲我抱起来。你的话若是真理，互我有气力。兄弟，上帝话若是真理，伊会互人有气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享受上帝的话。基督教开始就是人定心都要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约翰福音书第1句话讲：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相合伫地。这个道就是讲，上帝本身是一个神，但是伊的话就是活命。起头有道，道甲人相合伫地。所以教会的存在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引带人做礼拜，互人伫礼拜的中间享受到伊看袂到的上帝，但是伊享受到这个信仰中间有一种看袂到的快乐甲活命，返璞归真。上帝的话就是带人倒来到上帝伊的时运造成迄条路。所以认真读圣经的人的思想会改变。兄弟姊妹，除非你无愿意用圣经的话改变你的思想，若无认真读圣经的人
无可能无改变。你若无改变100%，是因为你无降服伫上帝，伊伫你生命中间的带领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的话，互人听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愿望，互咱的亲人朋友伫普天下，真侪人毋免来到咱教会做礼拜。但是伫网络顶悬，伊嘛免奉献。因无爱来咱教会做礼拜，毋是因为惊讲伫礼拜中听讲道了，牧师就去摕奉献袋互恁，恁就钱拢收来。迄我毋是妙天呢，兄弟姊妹，这个福音是免钱免银，兄弟姊妹白白互咱，白白互人。愿上帝话伫这个时代，互你的囡仔听见，阿免嘛。你若袂晓讲，你都真读，你若读了袂了解，你都爱问，毋通爱面子，读无阁毋敢问。我一个足敬听一个长老，当我受差派做世界传道会的财务长的时，总会甲我推荐我想讲迄较有可能。后来我做世界传道会希腊妹妹的财务长的时，我非常的紧张。我去找一个台北一间3一教会一个长老，我甲伊问讲，敢袂当你甲我指导？我伫我的角色、甲我的职份顶悬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伊是咱亚洲地区全世界4大会计公司国际性的4大会计公司其中的一个亚洲区的总裁，非常专业的人。我甲伊问讲这问题，伊讲牧师，这种问题连我嘛无法度甲你回答。你着祈祷，开会中间你若感觉怪怪，你着开嘴甲问。伊甲我讲一个足趣味的 ，Any stupid question， 就是你感觉讲这个问题若问出来足戆的，伊讲愈戆愈真。介简单来问讲，阮一年开这钱，请恁甲阮投资，等下袂趁钱，是安怎开安尼股票买甲哩哩落落袂趁钱，你着甲问迄个足简单的问题，你毋免假噶因为你若甲伊问迄个足学术的、足迄个专业的问题，伊就直直甲你好专业的问题，你也听无伊。伊讲你毋免惊歹势，你就认真问，兄弟姊妹，毋是问总牧师。当恁读圣经了，有一个方法，恁若读无，安静祈祷。你讲出来圣经这段圣经的话，我读无，求你给我答案。兄弟姊妹，恁敢捌安尼祈祷？咱已经3、4年的查经，拢是用这种叫做神圣读经法，就是导读的方式。牧师问讲，等我离开的时候，恁每一个人拢长大成熟，有能力家己读圣经，有能力家己祈祷，有能力喂养自己，食会饱，会当亲自对上帝领受，对天地来比量。愿上帝的话，互恁听见；愿上帝的话讲互恁的囡仔听；愿上帝的话，互咱的亲人朋友，甲咱同齐领受福音的好处。第3个问题，咱要怎样活出上帝的话？活出上帝的话，伊的意思就是圣经生活化。你的生活若甲你的来做礼拜听到的道理有冲突，兄弟姊妹，是你爱改变，还是圣经爱改变？你牧师当然是我爱改变啊！你若听着圣经所讲的，甲你的生活的主张无同款，是你改变，还是圣经改变？你认为怎样，你就怎样做决定。这就是约书亚伊所讲。论到我的家，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今天要上帝帮助咱毋是情水水来到教会听牧师骂啊，毋是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甲恁当作我的亲人，我相信我的心内这种的心意，天父上帝赢过我的心意1000倍，恁相信吗？
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既然有机会，通来亲近上帝，愿咱到代代拢享受伫上帝手中迄个真奇妙，为着你所计划的将来。主祝福咱活出上帝的话，所以叫做道成肉身。约翰福音伊讲道成肉体，意思就是袂使干那听讲道，都要将讲道听到的道理活出来。干那有信无行为，迄个信心是死的。雅各书所讲，信心无行为是死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逐项事。所以保罗有真侪话讲了足水。伫今仔日的中间，咱所读的经文的中间，咱有读到新约，有读到马太，但是伫咱的迄个金句的内底咧讲起，伫弯巧背逆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囝子，没有瑕疵的儿子，的弯曲背谬的世代，弯巧背逆的时代，做上帝真清气的囝子，是真正的光，将活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逐项事顶悬，我因为上帝的话，照安尼行，就叫做尊叹上帝的驾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拢咧学习，包括牧师，吃到老学到老，有真侪道理其实是少年的事，我并无一完全清楚。但是慢慢到愈来愈到尾啊，这个年长的年纪的时，我才忽然讲，上帝你的话隐藏那么多可贵的智慧。上帝你的话有遐尼深，囡仔都读有，但遐神学家嘛读袂明白，真奇怪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既然我所行，拢是为着上帝的话，为着要尊叹上帝的话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，这是前半段的话。我所做的逐项是为着福音来行，遵行上帝的话。第二，伊讲我所做是为着互我身边的人，甲我做伙享受福音的好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学习思考两项信仰的功课。第一，圣经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伊代表什么？圣经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什么地位？这你愿意互圣经伫你的生命中间最上悬的主张吗？你这样免惊，想清楚。你愿意互上帝的话掌管你的生命吗？你愿意亲像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你的话要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互上帝的话真做你做任何的决定，任何的选择，伊的黄角石，顶礼拜讲黄角石，出角头的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带我读圣经。小事我智慧读了会了解，主求你的圣神伫我的内心，因为我的信仰的前辈保罗甲我讲，若毋是点伫人内心的圣神的帮助，就无人会通明白人人生的事甲上帝的事。哥林多前书2章11节12节，恁都读，恁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充满伫我的心内，我有真多想法。甲牧师讲道的内容，我毋是冤家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我感觉迄个主张，我毋知要安怎，最后做我家己的选择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圣神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帮助我做选择，做决定。主赏赐我开力，因为诗篇119篇最重要的重点，就是用上帝的话做生命内心最重要核心价值。这个话要引带你，第一指引；这个话要保护你，第三
这个话要改变你的主张和你的想法。愿天父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所以保罗伫伊写予提摩太的批内底，伊讲圣经就是上帝的感动，感动的人将伊写落来。伫圣经66卷的中间有真多几啊十个无共款的作者，这个圣经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伊将上帝的话写出来，为着要帮助人。伫几项的代志，伊会教示人，伊会责备人，伊会互人行为安那归正。第四，伊会互人认捌上帝的义，叫人学义。迄个义的意思就是教示人认捌上帝伊真正的美丽，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所有的好处，互人伫凡事都有益处，伫人的人生中间，拢得到造就。今仔日的圣经安怎讲？你的话是罪，你的话正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若渴慕更深的认识上帝，你若不爱做一个要个还没有长大成熟的基督徒，认真读圣经。老师要邀请你参加查经班。我知影咱中间有的人的时间都还未拄好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唔免得给他上线同步查经。咱的教会拢有将伊录影起来，恁会当找恁家己方便的时间，选你感觉第一个恁想要听的主题。每一个单元有一个单元叫做亲近神、遇见神。一个无拄到上帝的人，伊听讲道，真正无拄到伊听有。一个拄到上帝的人了，伊读圣经安怎读，都安怎感觉讲这个上帝太只高。第二个主题，咱伫教会已经存档的，就是耶稣伫伊的人生中间，伫圣经内底，耶稣教伊的身边的人，什么种的福音的道理，迄叫做耶稣的课堂。因为初查经的时，为着准备，我买一本哈佛大学老师伊开的课，叫做哈佛的21堂课，耶稣在哈佛的21堂课。我读了，我感觉讲，这个读了，其实毋是讲无滋无味啦。我感觉我伊是读互写互迄个学者的人听看的。我讲，若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鼓励恁读迄本册，可能恁有当时比读圣经较后拄久。所以我感觉讲，无我家己来写嘛。迄个哈佛的老师遐高写，伊就写21堂课。我著较含慢写，无我写2倍，写42堂课。毋是搞较含慢，因为角度无共款。伫哈佛，伊家己当作哲学咧教；伫咱中间，是家己当作福音咧听。恁敢同意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话，甲我救我起来，好我真侪新创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求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扶持咱，互我活落去，到代代无尽；互我的家族活落去，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上帝的话就是活命，上帝的话是有困难的。对起头到今仔日到将来，宇宙的开始第一个时间，上帝讲没有光就光。在你敢知这句话偌重要？第一，上帝的话是有困难的。对起头，伊就是安尼上帝讲没有光就光。兄弟姊妹，为你的心祈祷。你求主对你讲话，伊讲我要将光放伫你的内面，咱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虽然今仔日牧师无因119篇的所有特辑，这阵嘛因无着，这阵讲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愿天父上帝，互每一个军队伊的人敬拜伊的囝儿查某囝，拢享受着上帝的话，放伫你的心内。一粒小小的种子，伊有可能长出玫瑰花；一粒小小的果子，伊有可能长出一棵芒果树，还是柠檬树，无共款。上帝要将伊互咱的生命种子放伫你的心内，你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中。你的目睭要越走附近，毋是干那你，我的目睭要越走无看虚假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活出上帝的话，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今仔日的信息，两句话尔。上帝讲：“你是世间的光，你是世间的盐。”主啊，求你互我生命的灯台，毋是暗淡的。这是今仔日牧师写互咱的祈祷文。每一摆的礼拜，牧师一定写一个祈祷文，放伫咱的酒杯。伫最后要结束之前，我甲上帝祷告：主互阮的这间教会，使我们的灯不是暗淡的，互阮生命里面的盐不是无味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享受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是大有滋味，不是没有滋味的人生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兄弟姊妹，上帝讲灯点起来，不是靠伫桌仔骹甲面床骹。伊讲上帝的灯台若点起来的意思，就是讲上帝的教会若建立一个基督徒若受拣选，伊徛伫这个世间，就亲像什么？起伫迄个山头顶的一个城堡，人伫远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城起伫迄个所在。奉主的名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荣耀的城堡，是要鼎立在高山上，被人看见。抬头挺胸，上帝将伊的祝福，互咱的生命为他发光，展现他的荣耀。咱的生命需要警醒，因为耶稣有讲，有的基督徒虽然听了道理，但是伫世间流浪世俗化。伊咧讲盐失去滋味的意思，就是他的生命耗尽了。基督徒的活命，伫这个世俗的生活中间，已经试出了，伊到最后精疲力竭。盐较会精疲力竭，咱咧食盐拢是过炼过的，所以恁毋捌看过有一种盐叫做石头盐，恁捌听过无？圆圆，就是伫个山头内底挖出来。恁若捌看过有种电火迄盐的灯做灯做，恁捌看过迄种灯做无？迄就是圆圆啦，对迄个崩坑内底挖出来，石头内底过去即个山是伫海底。后来，这个山因为地形的容器，这个山铺起来到地面上，伊含伫伊的土粉内底，含伫迄个山的崩坑的内底的遐海水，后来打起了后就变做盐。盐若失去滋味，要怎样？伊的意思讲失去功能的基督徒，伊就无路用，亲像迄个石头盐，你甲摕落去鼎里煮汤。安那煮都无味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所有的迄个盐拢安那都已经释出了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有可能真做这种，咱叫做burn out、精疲力竭，还是讲基督徒的活命已经互咱伫世俗化的交际应酬内底消耗光了。咱无常常都爱充电，咱无常常都爱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咱的生命有可能会失去基督徒的美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咱当心来去做一件永远发光、永远无失去基督徒伊存在伫这个时代的功能甲角色的教会。别人安怎活是因兜的代志，咱毋是自私顾家己好，毋是。这是这种的主张。因要选择离开上帝是因的选择。轮到我，甲我的家庭，甲我的教会，上帝的话是的公司，
毋是得讲毋是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真侪有功能的基督徒，会发光，也是地上的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无失去盐的滋味。因为真侪基督徒有时无注意，无得到人的扶持甲提醒的时，伫即个世俗的时代，人真容易失去基督徒应该有的圣洁、清气、信实、良善、正直的心。阮才忽然想到大卫伊的祈祷讲，甲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。至圣的天父上帝上听阮祈祷，一年的新的开始，阮要决志，将阮的生命的态度甲思想建立伫上帝你的话。所以，阮用今仔日个礼拜做誓约，到伫年底，阮要检验，阮伫今年中间，阮怎样对上帝你的话来当大人。主求你帮助阮的囡仔，也帮助阮的长执，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